聖經喺詩篇記91、14節咁樣講到，戰爭係講一個心任門矮撇就咁呢，係咪嘅撇就呢？當然每一個百姓人家決心各樣危險，上帝嘅撇就，因為到自己實嘅命，嗱阿扎自己嘅心係任門上帝，係相信上帝，佢嘅撇就，嗱即係詩篇記91、15節咁樣講到，係講自己寫記，係講求記到到地記，佢突然之間，佢被牽帶自己當自己百姓之時，佢被嗰個撇就要危險處之時，嘅撇就牽帶自己去得到好嘅路線，嗱因為到上帝係路遊，佢愛自己得到一最好嘅福，因為到上帝錫自己，嗱所以自己嘅心係戰爭任門上帝嘅一個聖經講，戰爭一個心任門矮突然門嘢，矮隔熱撇就路中嘅百姓，所以自己寫嘅呢一度，即係上帝真係自己撇難所，即係上帝自己嘅力量，即係上帝自己百姓嘅好，阿門。